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注意到今仔日还阁做工，还阁做关系。而今仔日个礼拜，阮唱出即条的诗歌，因为阮中间有人也伫姊妹，可能今年的过年无拄拄真好过，但是阮要专心相信，上帝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。主啊，即条歌就是阮的祈祷，也是阮的祝福，甲阮的宣告。主伫即个年底时，互每一个你的家己查某囝，无论随见着见，拢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主愿阮所唱出的诗歌，会当真多，无论是伫圣殿中，也是网络顶悬，每一个需要你的人。无论阮有熟悉，无论阮无熟悉，主啊，无论伊是基督徒，无论伊毋是基督徒，主啊，愿你的听，拢甲伊相合伫底。愿主你的荣耀伫即个世间发来发去，也愿主你的恩典，互所有找着你的人来去打照。愿主你祝福阮今仔日的事奉，对事情、对生活、对本来赞美，以及所有聚会甲工作者，愿伫要上中，阮会当真侪上帝你的罗卜。阮要亲像伫守圣餐的时阵，迄个旁杯的长老，将主你的杯旁到阮的家己姊妹。我对因讲，这就是阮主耶稣基督所给新的约。阮要跨过一个有的年，要进入新的年。主啊，求你邀请阮来到你侍阮做一个坦然无惊吓，甲愿你来领受你及时的帮衬，所以阮一生的帮衬。愿就今仔日的敬拜去到教会，甲你的手。愿主你通过阮所唱的诗歌，对摇动即个礼拜堂，也会愿你通过阮所宣读的圣经，主你的光，甲主你的恩典就流到阮中间，让咱放心祈祷我们的圣名。阿门。
亲爱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，2024最后一个主日，咱都会当直接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们来吟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灾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灾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灾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在你怀中必不怕灾害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，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。主是咱的上帝，主是咱的上帝，主的同在，互咱全然来得胜。再说，咱们来吟一首宣告的诗歌，我相信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活命来相思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阿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牵扯。我相信
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直以相随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神可以会有福气。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应允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咱的心相信，就会清理最圣灵，咱就当得救。咱来宣告，咱相信咱的主。我相信，诚信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牵绳。我相信，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直以相随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神可以会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上帝应允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。伊看我做宝贝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我做宝贝。接下来，咱来唱最后一首诗歌，是这份爱。感谢主，因为这份听，让咱的生命来得到改变，来得到永远的盼望。咱用祈祷来吟这首是这份爱。是这份爱，助你走向世家；是这份情，助你甘心生命；是这份爱，助你默然无言；是这份情。祝你爱我到底，祝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罪恶。
带领我进入光明中，享受主丰盛的生命。是这份爱，祝你穿山越岭，是这份情，祝你门外等候，是这份爱，祝你深情呼喊，我的佳偶，起来与我同去。冬天一水一知足，地上百花开放，深愿我佳偶能相随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冬天雨水一知足，地上百花开放，深愿我佳偶能相随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是你，是你，轻轻耳边呼唤，是你的爱，擦干脸庞泪水，是你，是你，医治破碎心灵，是你的爱，我愿奉献一生。祝你爱温暖我心，恩典一生相随，唯愿我紧跟主脚步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祝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罪恶，带领我进入光明中，享受主丰盛的生命。祝你爱温暖我心，恩典一生相随，唯愿我紧跟主脚步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
我的心心嘛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好你拢总的病。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请咱三个来吟圣诗201首，救主疼痛的声，救主疼痛的声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咱永远徛咧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现行投胎，对接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着落来受苦，迄是第死埋葬落阴府。
第三日对象中国话，就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信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最下面肉体个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三甲来启应文第5篇。启应文第5篇诗篇19篇。才会天讲起上帝的荣光，强强不容伊的手所做的，即日对迄日发出的言语，即年对迄年传出在外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无通听见，伊的准情遍伫天下，因的言语到伫地极。上帝伫因中间，为着日头安置帐房，日头亲像新囝婿出因的房，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，伊对天的即边出，坐到天的迄边，无一项物藏捌，无得到伊的日气，耶和华的律法照全，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，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为互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为互人的心欢喜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为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耶和华的判断真实，一切是公义。比金比侪侪好金较通醒目，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。搁你的萝卜对遮的受敬戒，守即个文化手术，是谁会知伊的失策啊？求你除去我暗钱的过失，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，毋准迄面迄过恶管辖我，我就完全。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我的随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阿门。请咱三个人来吟信诗207首。这是光明的日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是
请咱三个后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、满有灵敏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俄罗你。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，对年头甲年尾，你保守看顾阮每一日。你知影阮的需要，嘛知影阮的软弱甲生活中的重担。总是你稳定教育阮用。你讲囝若被劳苦背重担，通来就近你。你要互阮得到安息。你嘛应允阮讲，即世间虽有苦难，伫你内底有平安。阮确信你要陪伴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你的怜悯慈爱也要对阮到一世人。阮要伫你的稳定中重新来得到快乐。阮嘛要经历日子转样，快乐就转样的信心。伫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主阮嘛要算数你的稳定。毋管阮伫顺境还是逆境，阮悠然倚靠主你丰盛的稳定。阮嘛要用阮的性命来唱一首俄乐的诗歌，永远伫你的殿中欢喜唱歌，俄乐无煞。因为阮深深知影，你的确要将活命的路指示阮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主伫要迎接新的一年，恳求你也摒空阮的心，洁净阮，互阮用清气的心、洁净的杯来迎接你新的稳定、新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我，就是主的生请信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历代志下卷第7章14节到16节。第7章14节，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活转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地。我要目睭看，耳孔听，伫即所在所现的祈祷，因为我今已经竞选即间殿，分别以罪性，互我的名永远伫遐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也要久长伫遐。再来看第二位圣经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。所以恁除去拢总的恶道，以及拢总的诡计，甲假好，甲怨妒，甲拢总的诽谤的话，就着亲像伫生的婴仔翕目心灵转的恁，互恁对长大到得着救。恁若是着知主是主神，就着安尼，伊是偌少互人弃杀，若是互上帝拣选珍重，恁就近伊，也亲像偌少去做神灵的厝，做神的祭司班来献神灵的祭。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，因为圣经有记载讲：看，我用所拣选、所珍重的厝较少，要紧会少下伫损城，信伊的人无伫见笑。安尼，迄个宝贝是归伫恁信的人。若是伫遐的毋信的人少，去厝的师傅所弃杀的少，诚侪厝角会头块少。讲到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，请怎么说？今仔日个礼拜是一年最后一届的礼拜，咱阁同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也欢迎伫线顶顶观参加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为着伫今年过了无真满意，伫今年过了无真如意的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个礼拜对你是一个邀请，来到主施恩座前，坦然无惊吓，领受主所有的一切恩惠。做恁及时的帮赞，记得耶稣所讲的话，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受困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首先同心祈祷。至圣至尊天顶的上帝，阮进入圣殿，进入阮心中至深的所在，阮来敬拜你，阮专心敬拜。阮专心感谢，阮专心学乐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放落一切忧闷、看路甲重担。愿主你特别纪念，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欠缺软者有需要的人，互因伫你施恩座前，领受今仔日个礼拜做因生命的帮赞。对阮讲话，享受圣神；对阮讲话，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。烧热阮的心，激励阮的心智，互阮伫你的面前勇敢壮胆，搁一摆向前行。主帮助阮，放落一切的拉山误会，放落一切的颠簸。伫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将旧的一年所互阮的伤害，甲阮心中负面的遐个垃圾误会、无好的思想，主伫要过新的年进前。愿将这的看路重担拢放落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向前行新的道路。
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主对咱的邀请，咱来到主的受恩座前，领受伊的恩惠，做咱及时的帮赞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每一摆的礼拜，兄弟，你敢有每一摆拢充满深深的热情？你讲今仔日是礼拜日，我要来去敬拜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来做礼拜时，请问你带着什么种的期待？敢讲敢若圣诞节咱的教会才当坐满满嘛？敢讲其他的礼拜日，咱无法度享受主耶稣降生的欢喜吗？敢讲咱来做礼拜是为着一份的热力，一地的糕饼，一份的圣诞节礼物嘛？兄弟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期待伫主的礼拜中得到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回应咱的祈祷。顶礼拜伫圣诞节了后，真侪人犹阁咧回忆遐尼水的圣诞节，遐尼水的布置。伫迄个圣诞节庆祝的礼拜的暗暝，伫天马光的时，上帝伫梦中，互我想到一条诗歌，就是今仔日圣歌队为咱所献这条诗歌。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。伫迄个天马光的时阵，这条歌伫我脑海中间，我决定伫这个礼拜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，要甲咱祈祷。咱来到主的施恩座前，咱要做什么？咱要领受伊的恩惠，咱要领受伊的恩典，更较要紧，就是放落咱伫今年中间的受伤，包括遐负面的想法，遐垃圾。咱若捌出国旅行，咱知影去到机场，你的骹棒袂使超过23公斤，因为有限制一个一定的克数，除非你是坐头等舱的，当然你有特权，你会当摕较济。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事，就亲像安尼旅行。新的一年要来临，咱毋通去带旧的态度。新的一年要来临，咱毋通带旧的遐怨叹、劳苦忧愁。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阵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帮助我，我放落所一切的颠簸，我要自由自在，迎接新的一年。现在这句话敢会当帮助你？伫新的一年来到主受恩座前，坦然无惊吓，勇敢向前行。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后礼拜的祈祷会提早到拜二，请恁会记，因为后礼拜的拜二拄就是跨年祷告会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了后，你有2天的时间，你会当写你伫今年中间，你讲主啊，我敬拜你，伫你受恩座前一年来，我得到什么？就亲像今仔日咱圣歌队所唱这条诗歌，是盛小梅伊所写，爱你爱到底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放落一切忧闷快乐；来到主的面前，专心敬拜、感谢、而乐；来到主的面前，全然相信，不离不弃。无论什么种的环境，我的天父上帝决断无弃杀我。当我的陪伴。应该有的讲经文来帮助兄弟姊妹，伫来到主的面前，圣经怎样讲的事？主，我想到一个真够祈祷的人，叫做所罗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旧约，就是所罗门王的祈祷。所罗门伫圣经中间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伫伊的一生中间有2个祈祷，记载伫圣经的中间。第一摆的祈祷，伊甲上帝讨。主啊，互我有智慧。少年人需要学所罗门的祈祷。这2摆的祈祷拢是伫伊梦中，上帝甲伊讲话。第一摆的祈祷就是梦中上帝来到伊的面前，伊甲上帝讨，上帝问伊讲：你爱我为你做什么？伊甲上帝讨讲：互我有智慧。上帝欢喜，伊讲：你无讨荣华富贵。
你无讨你伫地上的官兵、势力、金钱，独到你求你会当做一个好的工，有智慧来管理上帝所予你的工作。就像你耶稣讲，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然后所有一切，我就拢要予你。亲爱的姊妹，包括咱教会这青年，为你的一生祈祷。所罗门的一生的祈祷，这两个祈祷记载伫列王记甲历代志，因为列王记甲历代志伫旧约的圣经中间是同一个背景，无同款的角度所写出来的历史的记载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历代志第7章，是伊的第2个祈祷。因为上帝予所罗门一生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使命，就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起头一摆。起礼拜堂，犹太人对亚伯拉罕信主到所罗门拄1000年，因无家己的礼拜堂，因拢伫布片的中间，伫会幕敬拜上帝。上帝予所罗门为着以色列人起礼拜堂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是以起礼拜堂了后献堂，王宫礼拜堂起了后，圣殿起了后。伫迄个真圆满的礼拜了后，迄个暗暝，上帝搁一摆来到伊的梦中，伊甲伊讲：“我听见你伫礼拜中间的祈祷，我应允你，我的名要永远存在伫这个礼拜堂。我要阿耳孔听，我要斟酌来看顾我的百姓。”兄弟姊妹。你愿意伫新的一年，上帝甲你讲，我要亲耳听、亲眼看。你愿意咱的上帝甲你讲，我的囝儿、我的查某囝，伫你头前的路上，我要斟酌来看你的脚步，我要陪伴你，我要阿耳孔听你的祈祷。所罗门这两个祈祷，留落伫以色列人历代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伫跨年祷告会，你敢会当写一张？亲像盛小梅，伊写这条诗歌讲：“爱你，爱到底。”我真好奇是什么种的原因，盛小梅写这条诗歌。我上网去 Google 找无，因为伫所有的网络顶端，伊的答案是讲，盛小梅毋捌讲起伊为什么写这条歌。但是咱看伫今仔这个时代足奇妙，有一种叫做 AI 啊。你若伫chat顶悬甲问 ，AI 真正甲我回答这个问题。伊讲伫所有的网络顶悬找无到作者为什么写这条歌，但是真有可能，因为保罗伫圣经中间讲一句话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。哎呀，今仔日这个电脑的时代，咱拢用咧打电动玩具。今仔这个电脑中间，咱讲迄个543的，来去，咱惊人毋知影咱的存在。伫无伴的中间，咱世界团，兄弟姊妹，原咱伫今仔日，咱的上帝比这个 AI 甲网络，搁较会通帮助咱来领受伊的帮助。伫梦中的感动，甲兄弟姊妹表达上帝邀请，因为每一摆的礼拜。我拢会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爱我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中间，为着我兄弟姊妹分享什么种圣经的话？检查就是安尼。所以上帝伫拜一的清早，伊伫梦中，互我想着来到主前。亲爱的姊妹，搁一摆代表教会邀请咱认真做礼拜。毋是为着这堂教会到年底会员大会，咱的人数甲咱的统计佮进步，毋是。来到主的面前是为着恁，为着咱，为着咱个人，为着咱伫圣殿的中间看见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为着咱伫敬拜的中间，咱的心重新得到清气，放下一切忧虑重担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亲爱的姊妹，你愿意追求这个上帝吗？
顶礼拜有一个从南马达的咱德登教会一个姊妹，伊伫网络顶悬甲咱做伙查经，顶礼拜我讲着，伊伫查经的中间结束挡袂掉，伊马上对家己开车来到礼拜堂。伊讲：我谁啊，较会去迄个我从来捌去的教会，啊，阁袂惊歹势，啊，我一个查经了后，我就开车对家己去找。我想要去迄个德登教会，伊伫即摆拄到雨生甲伊报礼拜堂，一个姊妹即摆坐伫第一个位，一个所在，伫遐安尼祈祷。当我甲伊叫的时，因为雨生甲我讲，牧师有一个人伫内底咧祈祷，无法度解决，才来找主耶稣，因为耶稣号顶的奇妙。伊伫凡事逐时刻，拢要甲咱三合伫地，啊，这你相信吗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真爱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期待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嘛无一定爱去德登教会，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德登教会直播是为着毋免邀请恁来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啊，这你讲是吗？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只要咱要追求伊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毋是伫 AI， 毋是伫网络，伊是伫宇宙的中间。咱要追求伊，伊就讲：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儿，你安静倒喺你的心内，我伫遐咧等你。我阁讲一摆，因为这是古人所讲分享灵修的方案。伊讲进入你的内心。上帝伫迄个所在咧听候你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重新对到你的心内心的所在。你哈，牧师捌一摆用阿伯拉罕受好调的话，甲恁分享，嘛是伫网络中间，伫迄半暝中间，上帝叫醒我读的时阵，拍开电脑，咧准备讲道片，一个短片走出来。迄个短片内底就是咧解说，上帝引带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，迄个圣经旧约的原文，迄个字叫做列哈，你去，这个字。伊讲，除了犹太人以外，无人会当读有犹太人的心声。因为上帝咧讲列哈的意思，毋是讲你去远远的所在，毋是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进入你的内心的所在，所有的翻译无人安尼解翻译，中文、英文所有圣经翻译无安尼翻译，但是犹太人讲，我咧犹太人的话，毋是干那讲你离开故乡去迄个老岭甲彼得迦南地安尼尔。伊讲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列哈，你去对。去你的内面，找到你家己，遮尔水的圣经的话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嘛，甲你讲，进入你的内心，我伫遐等你，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，要过新年，除了清洁摒扫，拭落汤啊，拭落金，涂骹拭落清气轻，更较要紧。放落你心中今年所拄着遐个543个遐个伤害、负面的想法，你敢愿意？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。愿主帮助咱，咱甲主讲，除去我所有的一切垃圾有的。所以今仔日彼得前书伫这个所在，咱所读的，第一，你就除去一切。就是放落所有的颠簸，专心追求上帝伫咱人生中间要予咱的祝福，高高跳起，伫新的一年放落一切颠簸，可惜啊，勇敢、欢喜、快乐。咱甲主讲，伫新的一年，互我享受你奇妙的有比。愿天要上帝帮助，咱无将咱的看路忧愁，咱的目屎带到明仔载。一天的忧愁一天就够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
犹太人讲不要含怒到日落，意思就是，唔通将你的寿期带到明仔载，因为犹太人甲日头落去当作一日的开始，带甲咱倒边。咱讲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但是犹太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日落。真正犹太人是安尼咧算一新的一日，所以日头落去算新的日，所以唔通将寿期带到明仔载，嘛唔通将本数带到明年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对上帝讲：主，我知影你听我到永远。今仔日盛小梅姊妹伊所写的这条诗歌讲：我要爱你到底。就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，兄弟，唔是干那咱爱上帝爱到底。主耶稣伫要离开世间的最后一个暗暝，伫马可的厝里内底，因做伙过迄个搬过这前的暗顿，就亲像咱的圣诞大餐。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：我要听见那属于我的人，我要听伊到底。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第1节，兄弟姊妹背起来，因为这句话是耶稣对咱每一个人所讲。伊讲：我要听你，爱你，爱到底。愿春天上帝听咱，愿主耶稣听咱。所听的姊妹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今仔做伙做礼拜，拜日永暗9点，咱做伙伫教会内底过跨年的祷告会。愿主甲咱三合伫地，这条诗歌安尼讲：来到主的面前，放落一切忧愁重担。主，我来敬拜你，我要专心敬拜，专心感谢，专心学乐耶稣的名，专心相信你的恩典甲你的应允。伫大水，伫大风雨，伫大火，伫艰难的困苦中间，你对我有无气煞的听？我要献报甲你3000斤，我要听你甲我一生的路话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决志好无？咱甲主讲，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，对我少年到年老，我要永远跟对你敬拜你。主，我要听你到永远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要对主耶稣讲，伫我的福音基顶悬无限制重量啊！就这世间的荣华富贵，甲世间的真多，保罗讲，为着主耶稣基督缘故，我看世间亲像粪扫，有一寡物件咱需要淘汰，有一寡态度咱需要放落。你若甲牧师讲，牧师有困难，我是一个无法度无烦恼的人，我是一个无法度无烦恼的人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听圣经安怎讲，好不好？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，伊讲坦然无惊吓来到主施恩宝座前。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，领受伊的恩惠，做你及时的帮助。纯粹双手来讨，纯粹双手来领受。进入礼拜堂，兄弟姊妹，做礼拜是小事，做礼拜是羡慕伫主的施恩宝座前重大圣人。伊讲恁都要亲像拄拄啊生的婴仔，拄拄出世的红婴仔。来领受上帝所赏赐恁迄个纯全清气的能力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爱有赤子之心，有清气的心，要冷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来啉。愿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当大人脱胎换骨，改变咱的习惯，改变咱的思想。放落咱遐负面的思想甲情绪，你讲牧师足难啊？是啊，就是因为足难，所以咱才需要信耶稣。可唔是啊？如果若无困难，恁就靠家己就好啊，兄弟姊妹。就是因为靠咱家己，咱无法度做，所以咱才需要。这个圣经中间所咧讲耶稣，既然来啊，为什么唔专心来敬拜伊咧？
既然选择做基督徒，为什么唔专心享受上帝所予咱的？一个世间中间最宝贝的活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你讲话。今仔日圣经有两个信息，第二个信息就是启造你内心的礼拜堂。因为今仔日无论是旧约的历代志第7章、下卷第7章，或者是伫今仔日诶彼得前书第2章，伊拢讲起上帝的圣殿。所罗门是3000年前起耶路撒冷的礼拜堂。伫历史上，伊会毁坏，佮重新起造。彼得前书伊咧讲起，你爱起造你内心的礼拜堂，因为迄个是上帝心灵的礼拜堂，是上帝的灵宫、圣神的礼拜堂。这两段经文拢在讲起造礼拜堂，甲咱敢有关系？耶路撒冷离咱遐里远，罗马梵蒂冈离咱遐里远。咱的圣殿伫什么所在？嘛无拄伫特定教会一间礼拜堂。伫网络电管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伊甲咱无熟悉，嘛无拄有机会甲咱做伙做礼拜。但是因的上帝甲咱的上帝，同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掌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罗门有两个真要紧的祈祷，牧师拄则有甲咱分享：伊求智慧，第二，伊求上帝暗耳通听，伊亲目睭来看过。记载伫历代志第1章甲第6章，列王记嘛有记载着这两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互我做一个会晓你祈祷的基督徒。毋是拗拗念、乌白念、灰煞煞，祈祷了嘛，毋知家己咧祈祷啥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真做祈祷的教会，真感动。美小接受今仔日的书会祈祷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亲像美小的祈祷讲，做对年头到年底，拄伫这个最后一个礼拜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往你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上帝伊会对所罗门出现，伊嘛会对你出现，你相信吗？迄个古早对暗时伫梦中对所罗门出现的上帝，伊嘛伫即个顶礼拜的拜一，就即礼拜顶礼拜拜一的清早的时，伫我咧困的中间，忽然有一条诗歌，一句话。来到主前，伫梦中陪伴我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足甘甜的经历。这个上帝有缘的讲话，你爱伊对你讲话吗？古早咱的信仰的前辈拢讲，第一是咱用人言言语向上帝祈祷，伫暗时，上帝的圣神进入你的梦中。奉主耶稣的性命祝福兄弟姊妹，恁拢有福气，会通伫梦中听见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亲自对你讲话，大大赢过牧师讲道互恁听。愿天父上帝甲咱讲，今仔日伊讲啥？第一，坦然无惊吓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第一个信息，就是来就近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就近上帝的人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放落一切负面的想法、无好的情绪、搞生气、搞跨路、搞烦恼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重整我的内心的自我图像。你若去找精神科医生，还是个社团人员，伊常常拢会关心到人的内心伊自我的图像。咱对家己的自我图像，那是自爱自怜，咱就自卑。咱的自我图像，那是一个碰风无实在，咱就容易骄傲、虚假。人需要有健康的心思意念，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彼得甲伊个兄弟讲：拄去，兄弟姊妹，恁倒去定心读这段话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牧师无真充足，通一句话一句话，什么是叫恶毒，什么叫做诡计，什么叫做假好，什么叫做怨妒，什么叫做诽谤。牧师真无够几时间，一句一句解说互咱听。但是你若安静，你甲圣经问讲：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互我定心亲像红鞋啊，甲我洗清气，互我的心清气。主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伊搁落去，伊讲恁要亲像顶头生的红鞋啊。这个所在无讲重生，但是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比如亲像拄拄出世、拄啊生的婴，心无心灵转的呢。恁去看中文的翻译，叫做纯全的灵奶，清气，旋转的灵，旋转的上帝的灵呢。咱甲主祷讲，主养赐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有把握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在座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伊要互咱担着主稳定的慈悲，长大成人。彼得前书2章20的最后一句话讲：恁就要长大得着救。愿主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互咱享受做基督徒迄种的欢喜、满足、荣耀。你讲主啊，我会当活伫这个世间做你的囝子。何德何能，主你才能听我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今仔日的金句两段，耶稣所讲的话，见那劳苦背重担的人。今仔日的礼拜最主要就是要对你最近若拄着艰难困苦有看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你，亲像迄个来到德堂教会伫礼拜堂，伊要找迄个。伫查经中间所咧讲的上帝，迄个姊妹，亲爱的姊妹，就是耶稣。伊讲见那劳苦、着磨背重担来就的人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我伫遮，主我伫遮。希伯来书伊讲，恁着好胆，就近稳定的宝座，得到怜悯。得到稳定，做恁及时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话帮助兄弟姊妹，恁起做恁勇壮的灵命，伫主的面前，亲像所罗门，也亲像彼得。伊讲起做人心灵的灵宫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第二个信息就是兄弟姊妹，德堂教会从来就是要帮助人。伫这个所在经验着，祈祷得到上帝的接纳的教会。首先对咱开始，这间教会兄弟姊妹若无法度经验着，当你祈祷上帝听，当你祈祷你感觉上帝回应你的祈祷，那安尼咱的信仰是一个抽象，咱的信仰是一个看袂到摸袂到，毋是。咱的信仰是一个会通经历，虽然看袂到，但是这个上帝，咱知伊伫遮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嘛要甲咱讲，伊讲我已经听到你的祈祷，我经这所在，我听到你的祈祷，我经这所在。兄弟姊妹，我送恁一句话，我甲咱做伙读一段圣经，我要邀请恁。你看手，你也主讲，主是，今仔日我知你甲我讲，你听到我的祈祷，你嘛要踮伫遮。兄弟，这就是今仔日咱对上帝所领受，毋免伫梦中，上帝将伊的声，伊讲，我爱耳讲听，我要亲目睭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拢享受。这个上帝对你讲话，上帝对你显现，上帝甲你同在。新的一年，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一体，
伊讲我已经竞选这所在，我分别以这做圣洁，我的名要永远踮伫你的内底，我的灵嘛要永远踮伫你的内底。所定的姊妹，你若将主的名放伫你的内心，尊主最大。你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永远无弃杀咱。所以保罗讲：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；看似软弱，却是刚强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就是安尼。我没有一个真济的金额的账号，我会才能快乐。满足的喜乐的人，不是因为伊有足济，迄个原因是因为伊无欠亏。满足的喜乐是，我没拥有足济，但是我只要无欠亏，我就会当有满足的喜乐。对物质单纯，对欲望单纯，对引诱单纯，饲就红的啊！因为主讲，我是以貌为你的上帝，我甲你三甲伫地，我要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。所罗门就是安尼。亲像耶稣讲，成就上帝国甲上帝的义。所以所罗门伫圣经的中间，称做一个后代犹太人因所尊敬的一个人。上帝好有智慧写箴言，上帝好有智慧写传道书。上帝好所罗门的智慧，伊嘛要互咱。记载伫以赛亚书11章第2节，伊讲耶和华灵要踮伫伊的内底。伊就会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跟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兄弟姊妹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伊的礼拜堂，因为咱的生命要起造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彼得伫伊的前书第2章内底讲，耶稣就是一块活石，触角头的石。世间人感觉看不起伊，嘛不在乎这个人。但是当基督徒知影讲，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宝贝的活石，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彼得讲，恁都爱伫伊的殿观起造恁心灵的殿。因为我的主耶稣甲我讲，你叫做彼得，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伫你的手中，恁会记吗？伊讲，伫你的心上，我要起造我的圣殿。耶稣就是咱每一个人内心圣殿迄个触角头的石。为什么叫做活石 ？Rolling Stone， 有一个英语的诗歌，一个出版的迄个音乐公司叫做 Rolling Stone。什么叫做活石呢？这句话有美感，因为活石伫犹太人的话，希伯来语内底，活石叫做会变。上帝的囝叫做变，有讲无？变就会变。犹太人咧叫讲，我是啥物人的囝？囝迄个字就是变。活石叫做会变，佮加一个 THE， 就是迄个囝，迄个石头。有奇妙无？这句话，活石的意思就是你要真做活跳跳上帝的囝。你若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起造你的生命甲你的信仰，你嘛要亲像伊，真做活跳跳上帝的囝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这个圣经所传说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我来敬拜你。我要甲我的主耶稣同齐敬拜你，专心敬拜，专心感谢，专心学乐。专心相信，主愿你甲我三脚伫地，我要就近你，我要就近这个主耶稣基督，我要起造伫我生命中间心灵的厝，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接纳。愿今仔日听见这段圣经的话，对心中相信，佮甲主讲阿门的人，愿恁大大福气，愿咱大大福气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受称称做上帝的囝。伊讲，
这个宝贝要归伫伊所相信的人，伫主耶稣基督的顶悬，这个触角头会照，要起造恁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第今仔这个礼拜，到代代无尽，所听的姊妹，互你的家庭真做上帝祝福的家庭，互你的生命真做一个不带有垃圾的生命。除去所有的垃圾污秽，除去所有的这虚假、假、诽谤的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主耶稣做你一家之主，主耶稣做你家庭的主。阿妹姐，练心上伊讨啥物货？伊讨讲，你敢会当甲牧师讨讲？我想要有一个耶稣的道，耶稣有听的，毋是干那教会送恁100道。亲爱的姊妹，爱将咱的耶稣比神主牌仔更加重要，传到代代无尽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圣殿，阮安尼敬拜。愿主你继续对阮讲话，教阮的行行顺顺，永永远远。咱当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圣诞节这期，阮回想主耶稣降生；伫圣诞节这期，阮搁一摆学乐赞美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是一份宝贝的礼物，是活命世间的真光。这个主耶稣就是阮触角头的照，就是阮活照，互阮真做上帝活泼、活活活跳跳的行钱，到代代无尽。愿你的荣耀伫阮中间，愿主你的恩惠，甲阮的家族同在。到永远无尽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481首，脱离罪恶黑暗的交界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脱离
请坐，请咱准备奉献。请坐，平安礼，请做牧师。咱今日真欢喜，有咱的兄弟佑轩甲 Mariko， 因对澳洲都在咱中间吼，因伫遐吼。因行入来了，我行一条啦吼，因为应该是顶礼拜以后，搁伫澳洲咧唱歌曲吼，常常会当伫 Facebook 顶悬看到因两人伫即个澳洲的音乐厅内底咧做演出吼。咱真欢喜，因伫即个圣诞节过了后，会当倒来伫咱中间吼，咱真欢喜，上帝祝福因。敢搁有今仔日新来的人，敢咱来请安，咱来用即条诗歌做咱的祈祷，愿主耶稣会听，充满咱吼，耶稣会听。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光明国度。主愿你会听伫天边海角，主愿你会听深深伫阮心内，主愿你会听伫你的圣殿中，主愿你会听伫云上的太阳，主伫无所不在，你甲阮同在，
当阮吟这条祈祷的诗歌的时，求主你纪念阮中间失事，若阮的亲人破病，主求你赏赐因恢复健康。主，阮感谢恁赏赐阮中间年长的士大人，因有长岁寿，也有臃肿的身躯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帮赞伫网络顶悬、直播顶悬失事老人，因的心内有劳苦重担。愿主耶稣，你对伊讲。我的囝儿、查某囝来就近我。主愿阮伫今仔即个礼拜所发出的娱乐诗歌祈祷，拢得到祝福。愿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祈祷。咱即礼拜有玉长节，有明基兄，有依依，咱来做伙来为因祈祷，也为着保伫咱中间的几个，亲像云如、明德、文玲的台东，个志新，个有慧明姐，个有依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兄弟姊妹因伫生日的时，求主你施恩赐福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主你帮赞，互因伫主你的施恩做成，领受主你所享受的恩惠，做因及时的帮赞。主啊，阮恳求主你亲自用你的圣手，将你的恩典填满伫因生命的杯。主帮助因来到你的面前，亲像今仔日所有的圣经，讲，互阮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你施恩做成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云如、明德、文玲、志新、慧敏，佮一停祷告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因的生命中，主互因担着恩典的滋味，也感谢你，互玉昌、明基甲依依伫圣殿来领受上帝你所享受的恩惠。愿主你亲自帮助因，互因伫圣神的充满中间，伫新的搁来的一年，用敬畏上帝的心来领受圣神同在的能力。结出圣洁的果子，祝福因每一天拢结一粒果子，将每一天拢献予荣耀的上帝你，也互因伫生命中间来担着因所结出来果子的甘甜，祝你祝福因，互因试看恩典的滋味。主帮助阮，我用你的圣名安尼祈祷，我和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咱请师会来报告。三个来看上报，顶周聚会请咱甲你看。本周聚会礼拜日9点半伫拜堂，跨年祷告会拜2，暗时9点伫教会。查经班拜6早起伫线上有查经班，暗时7点半会暂停。圣港服侍下周聚会请林安路执事，领诗请妇女团契苏琴我本人书宪甲招待请文芬甲刘雨生执事，爱餐请尤雅丽姊妹。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。其他交通第1月12要召开2025年的会员大会，请会员参加。袂当出席的，请咱来请假。嘛，请各财事务甲部门同工提供报告的资料。第2，下礼拜主日爱餐了后，要召开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。第3， 12月31日暗时9点有跨年礼拜。咱邀请咱做伙甲教会用祈祷迎接新的一年，伫感恩中送句，嘛伫噩梦中迎接新年。第4，请为所有女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祈祷，求主保守因大家身体、身心灵拢健康，耶和华以日稳上加稳。生日的有林玉长、李云如、詹明德、詹文玲、曹志兴、严明启、钟慧明、刘以义、
林依婷愿上帝祝福因。峰会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有出入，请咱向会家来更正。大道属下为星星欠曼的钟岩、詹达、庄仁俊、黄宏仁、陈树宏、吉星、庄彦昌、丁丽华因来大道嘛，为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大道，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甲为因的课业来祈祷。新大学的有陈慧安，高中的有钟善如。第三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大祷。第四，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林怡轩、刘玉敏、庄爱玲、陈恩君来大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来大祷，有富林教会、积极教会、德克达雅教会。现在咱来念上营圣诗511首。阿乐上帝至悬至尊，请咱起立敬全首。临时煞请牧师做导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慈爱、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必会。